你咁瘦啲喎，瘦唔瘦啊？嗱，我哋見到文仔卡，我哋見到咧，我哋女主角真正嘅就係要影到佢瘦啲。咁我哋話快因為肥。係啦，介紹一個咁嘅咩害羞的小婦女嘅女主角。我害羞嘅。叫咩名啊？我係阿西。而家冇啊！我哋而家喺度等緊女主角啲大牌，要等佢開工。就你明白的感受，但是你我在隔壁，却开不了口。也将此刻触摸，当时就是害羞，你是远远的一个心。